撞死我啦！係啊，博士啊，我哋到未㗎？到未？喺呢度啦！我哋終於入到嚟中央電腦室啦！叮當啊，你嘅專長過兵器係得嘅喎！唔好講咁多啦，博士，快啲去改變電腦嘅指示啦！冇錯，叮當啊，我點改好啊？有乜點改啫？你叫佢唔好翻嚟地球度咯。咩話？唔翻地球？咁叫佢去邊啊？係喎，佢咁大份，邊度都頂唔住佢噶噃。啊，我諗到啦，我哋可以將佢嘅目的地改為無盡嘅宇宙。都係辦法喎。咁講法，宇宙搜索者1號咪永遠都要孭住個大包袱喺宇宙流浪咯。博士啊，呢個方法雖然係殘忍啲，但係亦都係唯一嘅方法嚟噶啦。你快啲將無盡宇宙代替地球啦！宇宙搜索者1號，對唔住啦。地球太空局，我係宇宙搜索者1號，我啱啱接到指示，原來我嘅家並非係地球，而係無盡嘅宇宙。頭先對地球所引起一切嘅恐慌，我感到十分之抱歉。而家我會向住無盡嘅宇宙進發，我相信好快我就會到達我嘅家園，結束我流浪嘅生涯。再見啦，宇宙搜索者1號，再見。宇宙搜索者1號真係慘啦，要永遠喺宇宙流浪喎。大雄啊，如果我哋唔即刻走人呢，我哋都要陪佢一齊喺宇宙度流浪噶啦。叮當啊，而家點走喎？用穿牆過的技出翻去咯。啊！